教会与社会奉献主日，我跟我们的黄牧师交换讲台，也是民和教会的牧师，就黄牧师到我们的教会去，我到我们教会这里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那今天到建成教会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我大概在30年前是我们教会的神学生，那时候应该都还没有知识化。庄德章牧师的时代，曾经受派到我们教会担任神学生那个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就是我还跟我们的圣歌队一起到菲律宾去演唱因为我第一次出国，所以就跟着我们建成教会的圣歌队，是一个很好的回忆。那一年在我们教会里面也得到教会许多的照顾、学习，所以谢谢建成教会。那今天另外我还得代表中会的教社部，谢谢我们建成教会。我们中会教社部许多活动都是使用我们的教会的会堂，还有我们的教会主的教室等等那谢谢黄牧师，谢谢一直传道，教会的弟兄姐妹协助中会的一些事工的推动，在这里谢谢那希望中会的教师事工继续得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支援带领。我今天我想要用这个题目跟大家一起分享，人恶非因无比，人可非因无损。我们念的经文是阿摩司书第8章第1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吧，因为不长我们再念一次。时候就到了，我要使世界遍地饥荒，他的饥饿并不是没有饮食吃。他们干渴并不是没有水喝，他们饥渴是因为听到上主的话，这是我至高的上主说的。这是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这是阿摩司书第8章第11节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题目叫看谁厉害，这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台湾跟日本的这个议员交流，所以邀请日本议员就邀请台湾的议员到日本的家去住宿，然后去参观旅游这样子。但是台湾议员到了日本的议员的家一看，好大好漂亮日式的建筑，然后这个庭院还有什么人家枯山水之类的非常的富丽堂皇所以这个台湾的议员就跟这个很羡慕这个日本的议员说你怎么这么有办法，可以拿到可以盖这么好的房子这样子那这个日本议员就跟这个台湾议员说来你到窗边来看，带到窗户旁边，就他说指得远远看，看那边有一座桥然后你会看到台湾议员就看果然有一座桥在那边。这个日本议员就跟台湾议员讲说，那座桥只花了经费的10%，知道吗？90%在自己口袋里面花了10%，现在90%在口袋里面就把桥盖了。这个他们的议员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隔年他们又办了活动，邀请日本的议员来到台湾的议员家，日本的议员来到台湾家一看，好大的房子套顶池前面还有花园，后面也有花园，好漂亮。这个日本议员也很羡慕这个台湾的议员，就问你到底是怎么看到的？来，我就要带到窗边，就来到我的窗边来看。只远远看，你会看到一座桥。但是我看了好久，怎么都没有桥对，这个台湾议员就说对了，没有桥就对了，因为全部的桥都在我口袋里面。人贪图利益，有时候不是因为没有钱，不是贫乏。人想要累积更多，有时候不是因为自己缺少，往往有时候是因为心灵的贫乏。那它会表现在什么？表现在自私自利，表现在不会为人着想，表现在有时候想要累积更多来得到一种满足，或是一种安全的感觉，或是
他会有一种老是想要这样子的这种价值观和这种生活态度。人有时候有这种态度，不见得是没有缺乏，有时候往往是一个心理的饥渴。有没有网络上看过这个？网络上看过这张图片？这是网络图片，我不晓得它是真假，可是它下面一个注解是说，这个人难怪这个人会有钱这样子。他开了那个，这个应该是宾士的车的，去抢了2箱的这个卫生纸，是不是？卫生纸是吧？所以大家都排队去抢卫生纸啊。他说这个人会有钱，我想这个人应该不因为这样子有钱，应该不会吧？他开这么大的车，然后又要有钱，又要消耗的钱，然后去买2箱，但是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况。这个也是，然后这个到超商里面买到这个大卖场里面买好多的卫生纸。如果是一个两个人的家庭，你猜看这些卫生纸可以用多久？应该可以用蛮久啊，因为这些卫生纸应该都是价格比较高的，所以它不会是一般商店用，应该是家庭用。所以这个人就买很多卫生纸。有没有人也去抢卫生纸？如果没有抢卫生纸，有没有去抢这个？有没有去抢499是吧？也是啊，499是吧？这边还有一张照片，看得清楚吗？排队的人绕一大圈各位来想一想499是吧？我想想，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做？上一周他曾经报道过一份的文章他提到说，你的欲望是被哪一种冲动控制？他举的4项，一种叫盲目性冲动、突破性冲动、补偿性冲动、催化性冲动。什么叫做盲目性冲动？大家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走进商店的时候，这些商品就跟你招手，把我买回家，把我买回家。虽然你不晓得你买回去做什么，是你会不会说突然就真的把它买回家？这个叫冲动性的盲目。比如说你一进去商店，或是你不晓得什么心情的时候，一走进去，就好像不把它买回家就觉得难过这样盲目性冲动那他还帮助这个周麦说，他不是报道这个现象，他帮助我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形，你想避免这样的情况，你可以怎么做？你要学习一种思考习惯，叫2分法的思考习惯。买东西之前，你要先问自己，这个是我需要呢，还是我想要呢？这是我买这个东西，他在跟我招手没有错，来，把我买回家。可是你在想，这是我需要呢，还是我想要？这个是盲目性的冲动。第2种冲动叫突破性的冲动，其实我生活还不错，我也过得也不错，可是总是觉得自己好像还少了一点什么，好像觉得自己好像还有，就好像不够一点什么，所以有时候就不然会去买的，根本过去不可能买，比如说买个手表、买个车子、买个古董，或者是买了一间房子因为好像有了这个就。让自己更上一层楼，或是让自己更有价值，让自己更有什么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即便这些东西代表人生什么意义，我们都还没有想清楚，可是你就有时候会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叫突破性的冲动。但是他说你要幻想一下，买的时候，买之前你得到它，你的人生真的会改变吗？你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再来叫补偿性的冲动，这个可能一般人也常常会有，牧师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忙了一整天，忙了一季之后，又去吃一顿大餐犒赏自己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做完一个企划案，想对自己好一点，就买了一个根本也不会带着钻石或是名牌包等等那上次心情低落的时候，就去做了这样的事情，好像也不错蛮受鼓励的可是有时候这种快乐只维持半个小时，下次看到账单会痛苦了半个月那
这个要补偿性的冲动，你要克服这个，你得想办法试试看，找一个其他的方式能替代这种快乐啊，比方说运动、阅读，或是这些都比听音乐这些都比购买所创造出来的快乐来得更持久。催化性的冲动，这个最近也常常会出现啊。卫生纸在涨，青菜在涨，白米在涨，什么都在涨，所以买一些来储存着，买一些来放着，买一些来放着啊，炖的这样啊，还有炖的这样子啊。好像忘了说，我只是一个小家庭，我只是一个人，好像我真的用得了这么多吗？有时候常常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会买菜？没有，好像牧师我会去买菜，我去买菜的时候，我会发现或是说有没有看见多10块钱就多一件的？有没有碰过这种贩卖的手法？就是多1块钱就多一件这样子，或者说第二件几折5折，类似像这种行销手法。可是像好像多10块钱多一件，一件原来是50块，那只要多10块钱就多一件，这样好像赚到，对不对？可是常常有时候，像我家的冰箱有时候都有一些过期的东西，就是通常是这些多10块钱就多一件。这种催化性的冲动，他说你如果克服，你要出去之前，你先列一张清单，说你到底需要什么东西，只买你需要的，不是买你想要，然后才去采购。这也是商业周刊里面所提到的，你的欲望是被某种冲动所控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想想，我们刚刚列举的这些社会现象，这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文化，这是我们现在的消费文化。我们活在这样子的社会里面，我们活在这样子的文化当中，我们活在这样子的生活模式当中。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如何面对？我们如何从信仰当中，从圣经的教导当中来学习，然后来反映或是反省我们的社会是这样子的模式在运作。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跟着这样走吗？我们应该学习这种消费模式吗？或是说，这种消费模式背后所隐藏那种心理的态度，我们如何反应呢？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信仰里面有什么帮助，让我们活出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人生观、价值观跟生活态度呢？没有错，社会学家说，人类做进步的动力是来自欲望。因为整个欲望可能会推动社会的进步。箴言13章第19节告诉，所欲的成就，心就甘甜。没有错，好像得到或是满足是一种好的事情，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可是传道书第5章第10节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贪爱银子的不会因为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会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传道书也提醒我们，贪爱银子的不会因为得银子而知足，贪爱丰富的不会因为利益而知足，这也是空虚。人的欲望是一个无底洞，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我们的社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观跟价值观？今天念经，阿摩司书第8章第11节，人饥饿非因无饼，但非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阿摩司为什么要这么说？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讲的这句话？那为什么阿摩司是先知？为什么他要替上帝命令他要讲这样子的话？阿摩司的时代，阿摩司跟何西阿、约拿，他们同样都是主前第8世纪的先知。当时候他们出来当先知的时候，以色列已经是分裂成南北2国，北边有这个耶罗波安2世当国，
南边是乌西亚王当国王，这个是他们出来当先知的时候国家的状况。这个地图是所罗门时代的疆界啊。你知道，在所罗门时代是整个以色列国家最强盛的时代，所占领的土地最大，经济最繁荣。有没有从南部的4邦联盟都来找所罗门王？所以这个地图呈现的是所罗门王的疆界，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疆界，最繁荣的，包括北边包括到亚兰，甚至到亚述的地边，东边包括亚门、摩押，南边包括以东，都在以色列人的控制之下。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阿摩斯时代，阿摩斯当先知的时代，乌西亚王当南边的国王，阿鲁当2世当北边的国王的时代。国土除了北边的亚述还没有以外，甚至北边的亚兰一样，亚门、摩押、以东，甚至到南边的埃及的境界，也都在以色列控制的手下。无论是北国，无论是南国。所以耶罗波安2世当国王的时候，乌西亚当国王的时候，当南北国王的时候，是以色列的从所罗门时代之后，再一次最兴盛的时代，经济最富裕的时代，国家最太平的时代，军事贸易最强盛的时代。这个是阿摩斯被呼召起来当先知的年代。阿摩斯的背景阿摩斯大概在主前760年，他被呼召起来当先知，传达上帝的讯息。先知就是被上帝特别呼召来替上帝讲话的人他是个牧羊人，他也是一个农夫，他被上帝找到北国去宣告上帝的话我们刚刚提到，耶罗波安2世在北国当国王的时候，是北国最繁荣的时代，最强盛的时代，国家最安定，然后经济最富裕。在那个时候，上帝差派先知阿摩斯宣告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刑罚即将来到。为什么？那个时候大家在歌功颂德，认为这个国家太棒了，这个国家太厉害了，这个耶罗波安2世太厉害了，国家这么繁荣，这么富裕。可是上帝却让阿摩斯宣告上帝的审判跟上帝的惩罚。为什么？大家都在称赞耶罗波安是北国最贤明、最厉害的国王的时候，上帝借着阿摩斯宣告以色列的刑罚。上主的以色列上帝发誓说什么？我绝不会忘记以色列的败坏的行为，我要使地震动，人人都遭受苦难，大地都在震动，像尼罗河，潮水涨落。到那一天，我要使太阳在中午下山，白昼变为黑夜。这是我至高上主说的。阿摩斯书第8章第7节，我要使你们的佳节变成葬礼，欢乐的歌声变成悲伤的哀嚎。我要使你们剃光头，披粗麻，你们要伤心的像死了犊子，那将是终日悲痛的日子。这是阿摩斯书第8章第7节到第10节，后面接着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人饿不是因为没饼，饥渴不是因为没水。后面就接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之前讲的是上帝的刑罚，说我要使你们剃光头，披粗麻，你们伤心的像死了犊子，那将是终日悲痛的日子。为什么上帝宣告这样子的这么恐怖的事情，要降在以色列的百姓的身上？不是非常繁荣吗？不是到处赚钱吗？不是社会很太平吗？不是家境富裕吗？为什么上帝要宣告说，在那一天，你们的佳节变成丧礼，你们的欢乐变成哀嚎的悲伤的哀嚎？为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看看整个阿摩斯书从第2章就一直在讲这个故事上帝为什么要处罚以色列人？明明是那么好，明明是那么富裕，明明是那么安定太平，
第2章第6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三番四次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一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第3章第10节，那些以强暴抢夺的才会继续在自己家里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到了第8章第4节到第6节，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困苦人、衰败，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又卖出用小牲口，收银用大镯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快乐的麦子卖给人。你们看到他们的社会现况，这是上帝提醒，透过阿摩斯去提醒以色列百姓：你们外表看起来是风光，是有钱，是富裕。可是你们在做这些什么事情？你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人在做什么？你们在说月朔，月朔就是他们的庆典，宗教庆典。月朔庆典，赶快过去我们好出去卖粮食，卖粮食。安息日他们每周的礼拜赶快过去，我们要好赶快去卖麦子，然后卖出用小牲口，收银用大镯子，欺骗人。然后用诡诈的天平，甚至用一双鞋就换了穷乏的人、贫穷的人、奴隶的用一双鞋子的价格就把它卖掉，就把它买来，甚至将坏了的麦子卖掉。上帝让阿摩斯指出当时候社会里面这些有权有势的人的错误。外表看起来是好。不止这样子，除了道德败坏，先知阿摩斯也指出，当时以色列人并没有真实的信仰，充满虚伪，将以美妙的赞美的歌声、丰富的献祭来掩饰他们在社会上行为上面的罪恶。他们想说，我只要奉献，我只要献祭，我只要唱歌，我只要敬拜。我献好多的祭物给上帝，上帝应该会满足，上帝应该会快乐。甚至形容说他们献的那个油啊，像河流一般。你知道当时他们要献祭，要甩那个橄榄油，那橄榄油是用甩1滴2滴在那个祭物上面。你想想，他形容说那个油啊，甩出去的油像河流一样，你知道他献了多少？千千万万的羔羊献给上帝，他们以为上帝会喜欢的，他们以为上帝这样就满足了，然后他们赶快做完，赶快出去，再欺骗人，把穷人用一双破鞋子的价格就把它卖掉。上帝不喜欢这样的境况，甚至上帝说：“我讨厌你的节期，我受不了你的盛会。”我不接受你的烧化祭和素祭，也不稀罕你们献上的肥牲畜做平安祭。我不喜欢你们闹哄哄的歌声，也不爱听你们弹奏的乐曲。其实你们应该像江水滚滚流流，不屈不挠的伸张正义，像溪水川流不息、始终不懈的主持公道。上帝爱的是什么？上帝要我们摆上的是什么？难道只是丰富的献祭？难道只是美妙的歌声？上帝为什么处罚以色列人？一些人心中没有上帝的话，他们有经典，但是心中没有上帝的话，他们会做礼拜，会听拉比讲解圣经。心中没有上帝的话，他们有宗教的祭祀，但是行为也不守上帝的道，所以他们想贿赂上帝，得上帝的祝福。他们认为他们的官长、当法官的、当审判者的，可以用金钱贿赂，所以他们以为上帝也可以这样子，所以献上千千万万的羔羊，以为这样上帝就可以蒙着眼不看他们所做的坏事。我们想想耶稣的教导，
约翰福音书第4章，耶稣曾经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话。耶稣教导他说：“上帝是灵，所以爱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待他。”这张图片，南边是耶路撒冷，北边是加利利。以色列人，圣经有没有记得？圣经有段经文是写说，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人怎么样互相往来，对不对？互相往来所以以色列人如果北边的加利利人到耶路撒冷来朝拜，或是来敬拜上帝，他们回去的时候，通常都会走约旦河谷外边，然后绕过去，绕过撒玛利亚，然后回到加利利。是耶稣这次不一样哦，耶稣走山线，走山路，从伯特利、示罗、叙加，然后就过去到加利利，那就会经过撒玛利亚，对不对？很特别，耶稣为什么要经过撒玛利亚的地方？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长期来都很敌对其实他们不止互相往来，他们甚至很敌对。在撒玛利亚的圣殿，以色列人曾经有一段期间，大概短短100年左右，他们叫做马加比王朝的时代，曾经赶走这个统治者北边的这个叙利亚王国。那他们曾经独立的那一个状态，那些年当中，他们曾经把撒玛利亚人的基利心山的圣殿毁坏，就把它毁掉。所以以色列这个撒玛利亚人非常讨厌犹太人。为什么？除了他们认为说这个血统不见了这个北国是比较早被灭亡，721年就被灭亡，然后就被抓走，然后就外族人进来，所以血统就会存在那撒玛利亚人，他们撒玛利亚圣经只有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5本。以色列的圣经还有其他，还有先知的书、智慧的书。撒玛利亚的圣经只有5本，其他的都不算圣经。所以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信仰不对，异端，所以他们就很不喜欢，他们不止不喜欢，甚至互相敌对。还有一个记录说，大概在主后6年还是9年曾经有一次撒玛利亚人把那个死人的骨头，你知道死人骨头死是不洁净的，对不对？曾经把那个死人骨头丢到那个犹太人的圣殿里面，就在耶稣的年代。所以这两个民族不只是互相往来，其实是很互相敌对。可是耶稣居然经过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地区要回去，甚至还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不得了！一个拉比跟一个人讲话就已经很不得了，还跟一个他们讨厌的撒玛利亚人讲话。那这个讲话过程当中，这个撒玛利亚人就跟这个耶稣讲说：“你们的祖先说要在耶路撒冷，我们的祖先说要在基利心山，基利心山在叙加的旁边，到底在哪里聚会才对呢？到底在哪里敬拜上帝才是上帝喜悦的呢？”那上帝怎么教导他就说上帝是你敬拜的因，心里跟诚实。耶稣在讲什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时的人斤斤计较说，到底哪个地点才对？要献上什么祭物？什么时候该献什么祭物？什么罪要献上什么祭物？到底是什么地点跟什么祭物才对呢？这是当时的人在计较的，也是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的他不断的在讨论，在对抗。可是耶稣说什么？心里跟诚实。耶稣将心里跟你有没有遵行上帝的道来回应。耶稣要讲的是这个，不要把你的重点放在哪里聚会，用什么方式，应该把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你有没有把你的生命摆上，你有没有回应上帝的教导，实践上帝的教导。后来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他们来到叙加这个地方，因为肚子饿了，所以耶稣学生就去买食物回来给耶稣吃。那耶稣就跟着撒玛利亚讲话，他的学生回来的时候就要拿食物给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吃过了。那学生就觉得奇怪，难道是有人给他东西吃吗？学生的焦点在肉体的食物，
有治，还是没治。可是耶稣在4章43节，把这种到底生命的食物是什么？不要只有他要他的学生不要只把你的眼光放在你肉体的需要，你生命的需要是什么？所以第4章34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实行差我来的那一位的旨意，并且完成他交给我的工作。”那个学生在讨论，但耶稣的到底饿不饿，身体到底饿不饿，到底有没有吃东西？耶稣教导他的学生说：“没有错，人的身体是需要吃东西，可是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实行差我来那一位的旨意，并完成他交给我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上帝交托的使命和目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上帝都给我们意义和目的。当世人这些我们活在这个社会上，大家都觉得为肚子的需要在努力的时候，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可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次。我们除了为肉体的需要努力的时候之外，我们还得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上帝交在我们身上的使命、意义和目的，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去寻找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世界的生活模式，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会这么还要更多，越多越好。用这样子来表示我的价值，用这样子来表示对我自我肯定，甚至用这样子来满足自己的安全感。可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一个特别被呼召的，我们的生命价值观只能跟世上的人一样吗？其实这个社会上的人有饼还饿，有水还渴，对不对？这些抢卫生纸的还是999的，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想透过这样子来更多来表示对自己的满足。这些人有饼还饿，这些人有水还渴。我们基督徒应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态度，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我们应该学像罗马书第15章13节所讲的：“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在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基督徒的满足在哪里？基督徒的盼望在哪里？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宣告出一个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满足，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世人他们认为说，越来越多才是盼望，越来越多才是好，越来越多才是满足，才是成功，才是目标。我们作为基督徒一样吗？我们得问问自己，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这样子，还是我们得活出一个让世人看到说，我们因着有耶稣基督而得到满足？我们有没有向人宣告说，因着有耶稣基督，你们可以得到满足，你们的空虚可以得到满足？人饿不是因为没有，饥渴不是因为没有食，是因为没有上帝。这个时代的有饼还饿，有水，我们也让他们知道，人生命的满足在耶稣基督。而且每个人在耶稣基督，我们特别是我们受选召成为基督徒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寻找上帝的赐给我们生命的价值跟意义在哪里？我们不只聆听上帝的话，我们来实践上帝的话，透过这样子让人看见盼望在耶稣基督，不在你累积的。耶稣的那个圣经描述他愚蠢的人有没有？
我们今天很难得有这种形容词，并且说今天若拿取你的生命，就说今天把你的生命。请听我祷告。那么我谢谢你，让我们一起这个圣经的话语一起学习。感谢你让你的话常在我心里面动工，让我常常思想你的话。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学人借着累积更多来表示他们的能力，来自我肯定，来得到满足感，得到安全感。但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向世人宣告的是，主耶稣，你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你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目标。所以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常常在我心里面做工。谢谢你，然后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